木须肉哈，我们最主要是用这个后腿肉的肉丝哈，那就切稍微细一点哈。那木须肉哈，里面是用这个就是鸡蛋哈来呈现这个木樨花，就是黄色的一个小花，所以我们要让这个蛋的部分哈，让它呈现炒的过程里面哈，让它碎化这样子哈。好，那这边呢，我们要先把肉的部分哈，加一点调味料下来腌制哈。我们的酱油1大匙哈，酒1大匙。好，观众朋友可能有注意到啊，像国志老师哦，虽然是这个非常在台湾真的是那个非常知名的这个所谓的国宴的主厨哦，但是你会发现到他的料理手法哦，很多东西的注意是这个调味料的部分哦，都是非常单纯的味道，哈，就只有酱油啦、盐巴啦、糖啦，基础调味米酒哦，那顶多就多一个酱油膏嘛哈。好，那这边呢，我们要加一点水哈，就是1大匙的水哈。好，1大匙的水哈，水加下来之后呢，我们把它搅拌一下。好，那水的部分呢，可以让我们的这个肉质哈，吃起来的口感更柔顺哈。好，就像我们在这个做水饺的内馅的时候，也是要有这个打水的这个过程哈，这样子的话，那个肉呢吃起来才不会很柴哦。好，我们的这个蛋液的部分哈，这个浓稠蛋白哈，要把它这样稍微挑起来，好，在打蛋的时候哈，让我们的这个蛋黄跟蛋白哈均匀的混合均匀哈，越打的越均匀越好哈。然后这边哈，要不要再均匀一点？好，然后这边哈，我们先来舀1大匙的蛋液哈，加在我们的这个肉里面，好，就是让肉哈吃起来更柔软哈。好，这样子哈。有没有觉得这个打蛋的声音呢，非常的熟悉？家家户户吃饭时间好像都在打这个蛋啊，尤其我们台湾的社会，这个住这个公寓房子嘛，楼上楼下，我常常听到我们隔壁都在打蛋，听得到，对，听得到。好，我们现在把这个肉的部分哈，稍微这样子加蛋液下来啊，把它这个搅拌均匀，好，让肉哈吃起来口感是柔软的。1大匙哈。好，可以的话哈，可以加一点这个太白粉哈，或者是我们的这个玉米粉哈。我们这样锅子哈稍微加热一下，把肉的部分呢，我们要先预熟。好，炖一下锅哈，然后呢，我们现在把这个肉的部分哈，把它加下。然后呢，我们现在肉加下来之后哈，我们跟锅子里面的这个油哈，然后给它拌炒开来，好让这个肉啊跟我们的这个不要凝结成整块哈，但是表面熟了之后呢，我们把它拌开来哈，要做到这个多层次烹调法哈。比如说我们肉丝炒完之后先取出，再来炒蛋液，好，蛋液炒完之后再取出，好，再来炒我们的这个爆香的食材哈。这个多层次烹调法可以让我们待会在成品的一个色泽，好，跟视觉效果上面哈，保持比较美观的一个外观，对，不会每一样都浊浑浑的，对，好，这个非常重要哈。好了之后，我们先取出哈，这我们的肉丝。好，老师一直强调这个多层次的这个烹调哈，就像呢，我们在部落格里面呢，很多观众朋友，我们部落格第1名的这个菜肴是番茄炒蛋，其实它就是要多层次，就是说你不能说蛋呢跟这个番茄一起下去煮，一定要先把蛋呢先炒花掉。盛起来之后再下这个番茄哦，同样的道理哦。好，我们在原锅哈，再把蛋加下。好，那我们刚才准备4颗蛋哈，蛋加下之后呢，我们就要把它拌开来哈，炒成碎蛋哈。好，大家看到呢，我们温老师呢把这个锅子拿起来。因为那个蛋很容易熟哦，然后如果蛋又煸的有一点焦黄的话呢，其实那个口感上面会太柴太老哦。好，那我们把它拌开来哈，像这样子碎蛋哈。好，那呈现这样的一个
这个金黄色就可以好，然后不用炒得太酥，好，这个要吃柔软的哈。好了之后我们再取出。好，加一点油哈。好，然后呢，我们把这个红萝卜还有木耳哈。好，木耳的部分呢，我们用这个新鲜的木耳啊，下来炒。好，先把我们这个木耳跟红萝卜哈炒，这个红萝卜里面的脂溶性的这个油脂哈炒出来，好，然后把这个甜味哈也炒出来，跟香气哈把它带出来之后呢，我们运用这个红萝卜吃起来的口感还是要有一点脆脆的，好，然后木耳吃起来也是要脆脆的这种口感哈。好，炒香之后哈，我们现在先把这个肉丝好先下来哈。好，肉丝先加下来。好，肉丝加下来之后呢，我们再把这个蛋哈加下。好，蛋加下来之后哈，我们火哈先转小火，这边哈我们加入调味料哈，这个酒1大匙，然后盐哈。好，盐1/4小匙的盐哈，还有一点这个糖。好，摆下之后呢，我们加一点水哈。好，再3大匙的水。好，加下来之后呢，我们就把它拌炒均匀哈。好，让我们的这个木耳哈，还有我们这个蛋，还有我们这个肉丝啊，全部混合均匀哈。然后汤汁的部分呢，我们透过刚刚那个3大匙的这个水哈，然后运用我们的这个锅子的这个热气哈，跟所有食材混合哈。那炒出来的部分呢，要这样干爽的，好，所以水分不要太多哈。等于你水分加太多的话，你要让它收汁好。再来第二个就是可能要用勾芡的手法好，让它汤汁包覆起来。好，那你用加这样刚好，因为我们的肉丝里面也有一点淀粉，好，在做这个混合的过程里面，也可以把我们的这个汤汁的部分变这样浓稠，好，表面这样亮亮的，哈。好，所以我们的今天的木须肉就完成了，对不对？对，就完成了。对。我拿完了，老师，我要先吃了。啊，试吃一下啊，试吃一下它的口感。老师，我感觉我可以不用去填那个饭了，很想要一盘把它全部吃光。不会太咸了哈。不会，很刚好。